去，你不去。怎么样？很好。玉雪，没事，很好喝。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，不要憋在心里。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不是，是我的脑子很乱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史密特，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冯展案终于迎来了曙光。杀人嫌犯前兴盛企业集团旗下杂志社员工史密特被警方拘留审讯。那目前呢，本台的记者也是守候在警局门口，准备随时为您送上一手消息。玉雪，玉雪，走，我们一起。我不要，我不去，我不看。玉雪，好，我们不去，你不去。老大，外面那个新闻怎么回事啊？犯人捉到了，对外公开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他杀了冯展，监视录影上是12月25号啊。冯展是撵死的，不是吗？老大，你罗川，你忘了我说过什么吗？但问题是，他根本不是杀冯展的凶手啊！哦，那你告诉我，谁是凶手？这正是我们应该调查的。史密特那边已经有了新的线索了，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的呀。老大，你是个警察，你怎么我怎么样？你觉得我不够正直吗？是？我不正直，那你呢？你正直吗？你从阳明山回来的时候，配枪里少了2颗子弹，不要以为没人知道。陆川啊，你、我，还有你老爸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警察也是人。你给我留一线，我给你留一线。要是不识相的话，日后就很难相见。陆川，不要像你爸一样，错一步就什么都无法挽回了。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不会把我自己送进警局的。如果你是个好警察，你也不会眼睁睁的看到我被人家诬陷。刚刚你也试验过怀表了，不相信不代表不存在。你看这眼神，看着就不爽，一副好像我欠他钱的样子。陆川，你怎么了？团员，你觉得我是个好警察吗？当然是啊，你是我见过最执着的警察了。
听说你爸以前也一样，有其父必有其子啊。执着有什么用呢？到最后还身败名裂。干什么啊？都多久以前的事了，不要整天挂在嘴边好不好？吴川，你爸确实是因为失职毁了他一辈子的声誉，但是你爸是你爸，你是你啊，没有必要一辈子活在他的阴影下面。那要是我也做错事情了呢？你做错什么事？我们警察只有守职跟失职，不要忘了，你爸是失职，他没有做错事。警察的责任。史密特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才会像我爸一样失职。你真的打算这么做吗？置之死地，才能后生。好，我帮你。好，现在我就来制造时空黑洞。不，黑洞太随机了。如果你现在转动怀表的话，监视器一定会发现。还留着保命吧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学弟，学长吃泡面啊？里面没什么东西吃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拐角处有个披萨店，你帮我带个披萨，海鲜口味的。可是我在值班呢。没有关系，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人进出，况且我还在这儿帮你看着呢。那多出来钱自己喜欢吃什么随便买点，快拿着了。好，谢谢学长。快去吧。美安，午饭还没吃完？哪有时间吃啊？什么东西那么香？我给你带了泡面，来，哟，别在这儿吃，小心把监控台弄脏了。去那边。啊，谢啊。哎，对啊，录影机开开关关什么意思啊你？你别管了，我一会儿不会打扰你。2点9分开始，时间必须准确，稍有差池，你就会被义乌的警察抓住。记住，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逃跑。阿畅，那个下线不穿啊！不穿啊！